水蜜桃子20岁大30上央视，刀郎演唱会上各种欢乐逗笑。为了参加刀郎演唱会唱和声，天天唱歌练功，连睡觉的10点也不放过。这姑娘是认真了，但愿能梦想成真。她练习歌曲《情人》，请欣赏。如果那天你不知道我喝了多少杯，你就不会明白你究竟有多美，我也不会相信第一次看见你就爱你爱得那么干脆。可是我相信我心中的感觉，它来得那么快，来得那么直接，就算我心慌